拿達人由於基地內發電站受到破壞，為咗要吸取能量，唯有向地上嘅核能發電站展開猛烈攻擊。當局為咗保護發電站，於是出動飛虎隊。但係呢個時候，艾比為咗對付 D-Boy， 設下咗一個陷阱。面對實力強勁嘅艾比， D-Boy 陷入咗苦戰之中，最後仲超過咗變身嘅時限添。D-Boy， 碧加斯 D-Boy， 蘇醒！攻擊！D-Boy， 真係傻嘅，連拿達人都對付唔到啊！點樣阻止到 D-Boy 啊？不過一定要阻止佢㗎。我知道，可惡啊！唔通 D-Boy 真係已經變成咗惡魔？既然係咁，唔理得咁多啦。狼啊，唔好啊！隊長啊，唔通仲有其他方法咩？你冷靜啲。而家憑藍地球號嘅裝備，你以為可以將宇宙騎士打倒咩？咁樣點算啊？危機，發射生體系統。生體系統？脈搏、腦電波，乜都好，總之徹底咁分析下佢啦。有冇辦法令佢回復正常啊？唔知道啊，不過要揾到令佢復原嘅方法。如果唔係咧，地球就會俾佢毀滅噶啦。你明唔明白我講啊？D-Boy， D-Boy 佢真係可憐啊！應該點做呢？係第5中隊，佢已經突破咗第2防線啦！快脆啲增援啊！增援啊！
而家嘅情況點啊？答我啦！答我啦！菲利文，呢件事究竟係點樣噶？宇宙騎士發生咗咩事啊？上次同你講過嗰件意外嘅事件卒之發生啦，宇宙騎士變身嘅時限好不幸超過咗。你嘅意思係話已經失去咗控制啊？係啊，冇錯。哼，你自己睇下啦。繼續以現時嘅速度前進嘅話，10個字後就會進入 KR123區，嗰度係比較少受到拿達人襲擊嘅住宅區之一。雖然已經開始咗疏散嘅行動，不過由於民眾太過恐慌，我怕唔夠時間疏散佢哋。為咗將人命財產損失減到最低，我已經落咗命令，喺12點半，當最後防衛線被突破嗰陣，就用反應彈對付宇宙騎士。D-boy，咩話？隊長，係反應彈啊！可惡，咁都有嘅。所以到12點半，宇宙騎士仲未回復上升呢？咁藍地球號必須升到安全高度。隊長，咁 D-boy 點樣啊？係咁啦。隊長，隊長，狼啊，盡量接近 D-boy。艾基，我要盡量嘗試同 D-boy 聯絡。知道啦。D-boy，聽唔聽到啊？我係艾基啊，你醒下啦，變翻以前咁樣啊 D-boy，你認得我哋啦 ，D-boy。急速上升啊！我哋要展開第3輪攻擊。你講笑咩？咪亂嚟啊！攻擊！仲差20分鐘。真係估唔到喺咁嘅情況之下失去咗宇宙騎士，準備發射反應彈，修正目標，正0點15，開始倒數，各單位做好準備。D-boy，人類會幫我哋手消滅布列圖，唔係，或者應該話布列圖會幫我哋消滅地球上所有嘅人類。佢係咪真係冇機會再變得翻以前咁嘅樣？你擔心？放心啦，絕對冇機會嘅。但係我真係好希望可以現場睇下咁精彩嘅好戲。防線已經被突破，反應彈發射，倒數1分鐘。唔好咁啊，咁樣會殺死 D-boy 噶。藍地球號，我係菲利文，到咗時限啦，盡快飛去安全嘅地點暫避。我唔走。眼機，咁啊，因為 D-boy 係我哋唯一嘅希望啊，點可以眼白白咁樣睇住佢死嘅咧？你話係咪啦？放心啦，宇宙騎士係絕對唔會死嘅。離開危險範圍，快啲 Yes sir。反應彈發射。
迅速接近。D-boy 冇死啊！打中咗。阿基，落去睇下啦。知道。D-boy 真係犀利啊！完全冇事，宇宙騎士繼續進攻緊。而家冇人可以阻止到佢啦。美琪，放手，哥哥！美琪，哥哥，你太天真啦！美琪，美琪， D-boy 嘅腦電波非常之混亂。美琪，美琪嚇，美麗，你知道啲乜嘢？冇錯係啦，美琪係 D-boy 妹妹個名嚟㗎。美琪，佢係我個妹嚟。D-boy 啊，我個樣係咪好似你妹妹㗎？機電部，畢加斯修理翻好未啊？我啱啱都想同你聯絡㗎啦。已經修理好啦，隨時都可以用得㗎啦，隊長。美麗，我有個特別任務要派俾你做嘅。嚇！你同畢加斯即刻趕嚟現場，設辦法說服 D-boy，明白嗎？派我去？隊長啊，咁點得㗎？咁樣會好危險㗎。仲有其他方法咩？冇時間啦，唯有搏一搏係啦。除此之外，冇更好嘅方法㗎啦。美麗，只有你先可以幫到我，只有你先可以挽救到 D-boy，請你幫下我啦。2分鐘後，佢會衝入市區。可惡啊！今次我哋真係束手無策啦。美麗，我係美麗啊！我已經到達咗目的地啦，我而家準備着陸啦。小心啲啊，美麗。D-boy，靠晒你嘅。危機，知道啦。
唔好再傷害啲無辜嘅人啊！求下你啊，翻嚟啊！快啲翻嚟我哋嘅身邊啊 ！D-boy 啊！求下你啊 ，D-boy！ 好機會啊，碧加斯！美麗，係點啊？危機，D-boy佢冇事啊，咁就好啦，美麗。D-boy， 你點啊 ？D-boy， 美麗啊！佢冇咩事啊，不過係暈咗啫。可惡，太可惡 ！D-boy， 去軌道基地啊！快啲啊！快啲啊！載我去軌道基地嗰度啊 ！D-boy 啊！你而家嘅身體，我一定要去㗎，幫下我。美麗，啊，好對唔住，為咗我要你受咁多苦，多謝你，美麗。經過今次之後，我知道宇宙騎士可以興邦，亦可以喪邦，絕對唔可以信任佢。開始行動啦！知道啊，好啦，係開始行動嘅時候啦。